6.1多邊形嘅面積啦，先重溫啲簡單嘅題目啦，借助嘅就呢一條嘅例子啦，應該都見過好多次㗎啦，考試嘅時候都經常遇見嘅。有一個咁樣嘅長方形啦，邊長呢個，我哋希望揾到嘅面積係呢一個啊。同學仔可能就話：喂，三角形面積咪底乘高除2咯，係咪？底乘高除2啦。但係一樣麻煩嘢就係啦，我都唔知邊條係底，邊條係高，係咪？而同時間有啲同學仔咧會誤以為呢一個係一個直角嚟嘅，唔一定㗎，唔一定㗎，OK。所以安全啲，利用翻一啲嘅可能係填補法，又或者係分割法咁樣去計俾自己睇啦。我哋拆解下呢一個嘅圖形先啦。成條邊長就12，咁請問下面呢一條係幾多呢？呢一條就應該係3啦，話到俾自己聽啦。同樣地，呢條係8，咁請問呢一忽仔 AF 係幾多呢？應該話到俾自己聽係5㗎咯喎。呢一個圖形拆解嘅時候係咪可以由1啦、2啦，同埋3啦，同埋我哋中間呢一個4嘅所組成啊？OK， 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要計呢一個三角形嘅 BEF 嘅面積，三角形 BEF 嘅面積啦，咁如果要計佢嘅話，咁其實係咪即係只要我計咗呢一個嘅長方形啦，長方形嘅面積，長方形面積咁就應該係12乘8啦，再減翻啲乜嘢啊？再減翻第一個白色嘅三角形啦，白色嘅三角形就係12乘5除2。再減啲乜嘢啊？第二個三角形啦，8乘3除2，再減最後尾第三個三角形啦，咁就應該係3乘9除2，咁應該係呢一條式啦。OK， 長方形啦，減咗呢一個嘅三角形，呢一個打洞嘅三角形，同埋瞓喺度嘅三角形。OK， 跟住等於啦，8、2、16啦，8、9、96啦，減30，再減12，再減27 over 2。而最嬲尾減完之後啦，呢一個咧就應該係66，54。最嬲尾咧就應該咧係呢一個嘅40.5。40.5嘅時候啦，但係要俾翻個單位我啦，個單位係乜嘢？面積啊嘛，咁就係 cm 嘅2次方啦。